不笑了，外甥再把我收下。我和你生子难多，啥不受益，才是为我啊！是为求爱一起也不要你姑娘来了吗？啊，真的来了！哎呀呀，我来子了，我来子了！哎呀，老祖宗，我来子了！带牛带来的那个小丫头还能把我身边的那个紫鹃丫头接了带牛好事官啊！哎，抱着去家庙玩女，到这关社这么晚不为的。我们家
50两，有人见过嘞？谁没见过？但心里总觉得人之类也欢迎。好啊，好啊，有在你去相处嘛，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妹妹，你能不说吗？上夫一力量，甚至几公子，真名美这里表示你。好，我说妹妹也是，我说丁丁要是真妙啊！什么叫丁丁呀？我今生把通考上市，古代有啥，明代可做我妹之处，可妹妹没接受出，去这个岂非是美呀？妹妹，你也有吗？我没有，你哪看你也是细细子的，岂能人人都有？什么喜欢吃吧？人的高下不是，还是灵不灵？你我可不要这个。一张，你要当马生用以后去塞那个命根子喽。我算没去嘛，家里几妹妹都没有。快，今天来了3、7日的妹妹，她也没有。我不是件好东西，我可不要。走，快带上啊！不要，快带上，快带上！不要。宝妞，当心你弟知道。快带上，老祖宗不是长色的吗？这妇女下面就指望你这个命根。
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花后们完完全的发过文章。哎，你还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好们，我要这方面就弄贵了，快真早，请我看看。这边看，我是不怕的。好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书，只要花了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看，我是不怕的，以后的我要告诉人了。什么书啊？真是好文章，要是看了，连晚也不想吃你。是相机，去一个。原来是。
好妹妹，我们不但这个了，那次我到你房里来，你在做真戏，哎，你送我一个香梨好不好？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那我送你个这个东西，你给我一个香梨，这是国际王送给我的皇上赐下来的你。什么超男人拿过的，我可不要。你不要这东西，我可要香的，要香的，要香的。你要一个香的，那很容易。王子今日愚人为替你做了，人家比我愚为你，愚为主，愚什么金的、牛的？哎呀，你又来了！他是才来的，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一张嘴，一桌子吃饭。他是才来的，岂能为了他而松原了你？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怎么样？什么人了你？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自己不可以不知事物，不可以不晓也。三朝五朝乃是一次大计，为人人知，不可以不知。是以众人出小子之门也。三家的苦恼，你还笑你？哎，每日里送我人来把他背，晚下看的祭祖先，岁岁恭敬听教诲，一路家老多生那言，在后门掉落的催文上，多得我头灰莫言在不言。有
一天，他跑到园中来，看见我坐这里，他说。你来听听，每逢节日宾客都要我去为客，这是为什么？自说你能迎宾接客，所以才叫你的你。花姑娘，你听听，他呀，就是这个给不了。世界上哪有个不牛走拐得上来往，大清女要喜子，这叫半玉的道理。是啊，这倒真要给一给才好呢，宝兄弟。
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睡不着了，我走了。宝姑娘，你再坐一回吧。大兄弟，我走了。二姨，二姨，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啊！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语外良。灵儿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林姑娘又不知会怎么样。林姑娘起得来呀，宝姑娘真叫人敬重。可是你倒叫人家生分了。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这些文章的话，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哎，想不到群人鬼不自重，也为人让这种风气。你是我王爷心爱的，如今三不日不计委屈，听人美风声传世，岂管与琳琅道约，相交成缘，听说此番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请老先生遵旨琳琅，请将其问放回，一来为我王爷奉恳之意，那二来呢？呵呵，一名下官取密之故。哦，请大人稍等，请大人稍等，来人，换宝玉。老爷，你这该死的奴才！
家父是你专一之人，富贵功名之家，竟成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你自己也要保重，但是保你之下，要是把老太太气完了，事情可就大了。父神休提此言，我想要你自我亦不想，才今日结果的好，已经很坏。大爷，老爷，我年已奔八，至于这么一个女生，老爷，你。八娘，我们娘俩不是一同死了吧？八娘，都是你，把他成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拿绳子来，八爷，你要勒死他，谁把我勒死？谁把我勒死？老爷，你是当主，你是当。
有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我儿子进去便宜。下来都要叫我来打，你又来和我讲话，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却又痛在失去呀！啊，老太。做儿子的管教他，也为的是永中养寿。老太太14万，叫我做儿子的是无担当的起。嘿。总瞧不过你老太太。我的儿啊，我如今老了，还瞧什么你？当年我想凤丫头这个年纪啊，倒是比他还要讲理。
以他的名梦人，千真万真。从我家里4个女儿算起，又是巧又是好啊！喏，不去包牙的哟。老太太，这话可是骗了。姑妈，这倒是真的哟。我们老祖宗啊，时常在备恩，说包姑娘好你。红丫头，你去准备点好吃的东西，娘儿们今天说心乐意了啊！李太太，老太太，要吃什么东西都只会告诉我，我有本事要红丫头在哪里吃。老太太总是不怕吃难的，时常叫她弄点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哎，是啊，姑妈，你休息了。我们老祖宗啊，这一生有算，要不是一生有算啊，他早就把我也吃了
我的顶着不了的过去呢。妹妹们，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离开。今天我只要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后就了开心吧。说吧，说两句，听不听？哎，只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啊
就是为你死力。天日过，却死的归外缘来。怎么了？你哭了？谁在哭？快，这来往关着你，要死了，动手动脚的，少娃忘了酒，不知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我了。你既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永远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你啊？此话从哪里说起啊？好，我说管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去死好了。哪一天啊？丫头你去里上了你永远里的门，地下我满目起了对圆门，一天深爱梨花情，那一日你梦在都不理会，今晚如地自找彼此把谁不知道你累过呀？哦，那一天只有包子起来走过一回，就是丫头们过出来的好事，对我啥子事一定要教训他们。是要教训才好。但这两我倒是小事，要是有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当谁了，自己哭大了。你到底是娶我了，还是追我了？
可以怜爱你。好妹妹，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试试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凭着对待你的心都有错了？照你的意思，确确不错，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真不明白，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不但我凭着把逼了心，就连你对待我的心都顾不了。好妹妹，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出了这个生意。你才能宽我一些，别就为好的。妹妹郎君，你让我再说一句这句，好不好？万一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口气从来也不管事，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就是失恋，也是情愿的。不为你，也弄出了这个身份，又不光高手上，只好挨着。好妹妹，好妹妹，姑娘，快吃吧。师兄，你请你了宝玉那边，他好一些呀，美女。好倒是好一些哟，不过他问出来，我上次骗他是要委屈的事，他打着我的手上，我在，我们一起我在，不我在，一起花归花言，可最不要分开了。宝妞的心倒是真的，凭什么我们要委屈，他就结成那个样子。姑娘，你也给陈昭那点个子女啊？你说什么呀？姑娘，我跟你都上女了，你对我又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思我还会不知道吗？姑娘。有
莫得苦啊姑娘啊，年前有人不长路，你晚年去灯笼照那路。那对你
也在了清，以免他今后闯着什么祸来，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呢。这是哪里姑娘啊？那我的旨意也就定了。都听见了，户部总转出去，要是这里来一个事，当心打断你们的粮药。嘿。我万一把我们正说差什么火呢？这想到人来了，难倒是不难。难倒是不难，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调包。我
珍珠姐姐，你讲什么？我讲三丫头。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为什么？就是为了马爷去帮姑娘的事情。你是什么话？那马爷去帮姑娘的事情。他也是太了青天，怎么样落地？怎么样落地？问是风尘。我要问问，包要去。
指望与你并肩共欢笑，谁知道风雨无情草木凋。从今儿你撒娇无言相陪。
娘。
起了金城里黄土楼，红中头是子君，我知道，妹妹啊，你呀，我就是思念，也是个求死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生已死了，我什么妹妹，子君，妹妹她临死讲些什么呢？他这边只能我归乎三更天，你那边是同忙承诺一天心，只听他很生苦，哟，这心酸的时候。妹妹，你来之了，你来。